该看逐当的10月拢会透东北季风，台东地区的风背山拢真严重。卑南溪有一寡风背山的设备，和最近规个风台拢陷歹去。环保局嘛表示讲，等下加强修理，嘛已经恢复4成咯，所以嘛提醒呼吸道敏感的族群最近出门就爱挂喙安。今年头一波东北季风已经到位，台东嘛进入风背山的时期。卑南溪溪埔规个大窟窟。透风了后，风背山全飞去市区，甲卑南乡李家村。民众停伫路边的车，是一个下都全刷。就今天早上才这样子的，感觉过后面几天也会越来越严重。我们前段都是就是风沙了。因为台东县伫咧卑南溪有乌溪堡做环，了后漏水落减少风背山。毋过伫咧花甲沙风台过了后，如果去有大水冲一个海了。为初七到达，一阵的东北季风吹来，就会开始营业。市区真侪民众透早就伫咧门口转水，互风背山较袂飞入来。毋过效果是真有限。环保局这2天做空气品质的监测，下晡的时段会测到营业的微粒仔高度真悬，已经有派水车去市区大量抓水。毋过要是爱赶紧互溪埔有水才会较有效，因为卑南溪的溪埔面积真大，时间可能要搁15天才会修理好势。我们已经开始启动我们的应变的一个机制，例如说，我们会派潜水车会到街道去做一个洒水洗扫的一个动作。气象署预告，这几天台东的天气可能还是真烧热，卑南溪溪埔真大湿，也会持续有风背山。环保局提醒耳根较敏感的民众，出门都要会记得挂喙安，较袂影响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